呢單案真係核突到嘔。劉英博士生周振豪喺中英兩地當獵物園感受烈女性，專揀社交場合約會 App 釣女，攞住學霸精英面具邀人返屋企傾學業飲嘢，實質係偷偷落藥迷監，仲要全程拍片當收藏。倫敦法庭判終身監禁，最少坐24年。佢仲妄想化學閹割換輕判，法官直接駁回，因為佢連自己傷害過人都唔肯認，根本冇悔意。最心寒係定罪後仲有20幾個女報案，警方估計受害者可能達60人。呢個偽裝富豪學霸嘅色魔，表面有大志有魅力，實質將女性當成藥後玩物，拍片欣賞昏迷性侵畫面，變態到出汁。法官話佢傷害風險極高，就算切咗性器官，心入邊嘅惡魔仲喺度，冇悔意嘅罪犯邊有資格談輕判交易？呢種人唔重判，點對得住班受害者？睇到呢單新聞，真係想鬧句：扮晒精英又點？畜生骨子裏永遠舉唔到食屎。重刑先係對呢種變態最有力嘅巴掌，同埋俾所有潛在罪犯嘅一個警號。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，仲要捉得好準。